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马来锻炼今仔日的圣诗，第一首是第34首，新圣诗34首。咱大家来念一解。天父上帝之大仁爱，日子我心永我变，可惜情人最不知，伊大慈悲时时显现，天对万物是伊创造，显明伊大权能无比，日过七星运行无错，观山大海是伊管理。第三节，咱占世间永有患难，比听是心最多烦，辛苦救助，心得平安，永远我命受苦反转。第四节，主大仁爱，永无变化，最我顶拜无隐藏，心意人通得永远欢喜，无罗无所。相信咱对这首诗歌心内得到大的安慰。第二首圣诗是第505首，这是一段真水的决志的诗歌，歌词是用真侪的我要安怎，我要怎样来开始，来做一个咱家己信仰的一个决意。希望咱吟诗的时阵，伫心内也通过这首诗歌的歌词来反省，来提起咱家己，鼓励咱家己爱有同款的心志。咱做阵来唱，我要重视，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顺情，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苦难，
归，在让我心心经恩主，我要拥抱，哦主听人喜乐，我要享受，哦主我有赞美。第三节。我要祈祷，时刻无停来祈祷。我要尽意，亲近天父宝座。我要专心，听上主随小祝福。我要坚信，因地救主脚步。我要坚信，因地救主脚步。这首诗歌的作词的人，伊有讲这是伊的他的信条他的 creed， 他的信念，希望这会当也真做咱每一个人大家心内一个信念一个决意。我们另外有一首诗歌是最后的402，第402首，这是最后的诗歌。咱来吟一解，困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不惊家己来行，困求你给我大个保护，假使我言行欠卑是正，但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最坚定，对天出是白人，这是我人生的指望。好，等一下伫礼拜中间，咱就大声吟诗。虽然咱分散伫个角落，相信咱的歌声幽怨会当结连做伙，成做信道的相通。时间差不多，咱爱准备心，兄弟姊妹大家应该拢准备好势，咱要开始今仔日的敬拜。无事讲爱唱好整齐，等一个礼拜的所有的程序咱拢爱照起工，爱徛起来，爱徛起来。今仔日中间有奉献，迄个时间，大家嘛有爱准备心，奉献咱的心智，奉献咱的一切。咱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乎上主，归乎上主，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上主。带礼物来入伊的院，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上主，全地伫伊的面前袅袅喘。三甲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34首，圣诗34首，请起立。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老岛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用圣启应文第4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4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4篇，上主啊，求你听我讲，知我的苦情。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救的声，因为我对你祈祷。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早起时我对你恳求，搁听候。因为你毋是意爱罪恶的上帝，邪恶你袂应允。骄傲的人袂当伫你的面前，最歹的人拢是你所怨恨。讲白贼的，你要灭伊；害人的甲奸诈的，拢是上主所厌恶。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我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阮的拯救者，阮要学罗你。你是大权能的上帝，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天属伫你，地也属伫你。你创造了宇宙甲其中的万物。阮用感谢心来到你的面前，
阮要唱歌学落你。你竞选阮，成做你的百姓。你予阮的疼是无条件，你疼阮每一个人，因为你疼阮，伫你创造阮以前，已经为阮备办了所有美好的事，予阮伫爱殿园内过着快乐的生活。但是阮误用了你的疼，阮因为犯罪来离开你，阮毋敢见你的面。阮开始失去了方向，阮开始拜偶像，阮开始破坏你创造的美好的世界。阮毋敢仰望你，阮毋敢凡事交托。罪的代价就是美好的世界变成做充满罪恶、自私、骄傲、自卑、不公不义。因为安尼，这个世界就变成做各种的污染、病毒、战争，以及着气候的变迁，天无搁再清，草无搁再青，花无搁再芳，鸟仔也无搁再叫。虽然这个世界已经变款，但是阮知影你信息的疼犹原袂改变。只要阮认罪悔改，当阮拄着艰难的事，你犹原赏赐勇气；当阮失去方向的时，你犹原指示正确的道路；当阮踌躇烦恼，你犹原赏赐信心；当阮求救你的时，你犹原保守看顾。你的慈爱永远甲阮伫地，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愿要感谢学落你，阮的阿爸的上帝，求你帮助阮认罪悔改，求你帮助阮谦卑，毋通看家己做牛。求你帮助阮，甲你的话藏伫阮心中，看作要紧。求你帮助阮有疼人的心，求主你帮助阮决心跟对你的脚步，日日行伫你公义的路上。求你帮助阮仰望你，学习凡事交托。若安尼，相信天要搁再青，草要搁再青，花要搁再芳，鸟仔会搁叫。这是你对阮的应允，阮对你的应允充满着信心。阮要伫遮衷心感谢学落你，伫即段疫情相当严重的时阵，全教会所有兄弟还阁会用透过网络做伙伫遮亲近你、学落你，这是你赏赐大大的恩典。阮要做伙献上感谢，求你的圣神临到阮的会中，帮助阮搁较亲近你，帮助阮领受你的话。阮将这个礼拜当作芳芳的祭，献伫主的面前，求主感纳。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出埃及记31章第1节到第6节。出埃及记31章第1节到第6节。耶和华对摩西讲：看，犹大支派，互你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列，我已经指名来调伊。我用上帝神充满伊，互伊有智慧、有聪明、有才捌，会做逐样的工，会想出技巧的工来做金、银、铜遐的物，也会刻宝石来入伊，也会刻茶，会做逐样技巧的工。我也派但的支派阿西撒莫的囝阿何利亚伯，甲伊三角做。囝若心内有智慧的，我阁赏赐智慧伫伊的心，
互伊会做一切我所吩咐你的。讲道，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用上帝的灵服侍。各位兄弟姊妹，愿恁平安。咱伫咱每一个人的厝里做礼拜，总是我相信圣神伫咱每一个人的厝里运行，要帮助咱用同一个心志来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应该拢知影，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就是圣父上帝、圣神、圣子耶稣、圣神上帝。虽然咱无法度用目睭看见，但是圣经对上帝的属性、对耶稣基督生平的记载，互咱会当对因有淡薄的认捌。但是圣神上帝就毋是安尼。伫圣经内面对圣神的介绍，好亲像是一根风、一口气、一种气力，一寡特别的人才会有的能力，所以互咱会感觉非常的抽象。佮加上咱每礼拜伫做的信仰告别内面，使徒圣经讲，我信圣神，只有短短4个字。所以圣神上帝对咱来讲，好亲像是一个真神秘的人物。咱知影有伊，也捌定定讲起伊，咱嘛会晓引用一寡甲伊有相关的经文。但是对伊生做是甚物款，咱要形容拢形容袂出来。但是咱来知影，圣神毋是新约创造出来的物件，圣神伫旧约就已经有。这表示三位一体的上帝，早就伫万物互创造出来时，就用这个形式不断伫启示帮助人来认捌伊。另外，伫圣经内面，圣神嘛有几啊种的名，有的所在称伊做上帝的神，耶稣嘛称伊做保惠师。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进前，咱先来看几节关系圣神的这经文，咱会当先来认捌圣神的气力甲伊的工作。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敲做人，分活的气入伊的鼻孔，人就成做活的灵魂。耶稣应讲：我实实甲恁讲，人若无对水、对圣神来生，就袂会入上帝的国。而且咱看见圣神，伊是一个生命的气力，这个生命毋若是肉体，并且嘛有包含灵性。迄时耶稣互圣神带到旷野，要受魔鬼试。人拖恁将恁送到的时，无伫大声挂怒，要怎样讲？当迄时所想事恁讲的话，恁就讲伊。因为毋是恁家己讲，就是圣神在讲。当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灾灵，搁伫耶路撒冷、骗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干净。圣神甲腓力讲，进前去滚我迄张车。咱伫遮看见圣神的气力是差遣，是带领，并且赏赐人气力。搁来一段是，咱看见。伫约翰福音14章26节有讲，若是保惠师就是圣神，背伫我的名所要找的，伊要将一切事教示恁，搁要互恁记得我一切所甲恁讲的。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所以咱看见圣神伊有教导的气力。搁来。搁圣神嘛，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圣神家己用未讲出的吐气替咱求。而且咱看见圣神是体贴咱的软弱。搁下一段是讲，恁遮的虽然歹，要阁会晓用好米互恁的囝儿，何况恁伫天里的爸，则无用圣神来互求伊的人吗？则毋知恁是上帝殿，上帝神踮伫恁内面吗？而且咱看见圣神是要赏赐互求救的人，并且圣神是住伫咱的内面。搁一段是伫创世纪第1章第1节、第2节有讲，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空空混沌，深渊的面像黑暗，上帝神运动伫水面。搁一段是讲到即个约瑟，
法老对伊的人生讲：咱检会找到一个亲像伊即个人，有上帝神伫伊的内面吗？哥林多前书嘛有讲，当温事有分别，若是神是像一个。所以咱看见圣神是创造的，并且有创意的，想使人有气力，会当做这创意的工作。上尾，圣神是有特殊的，而且有讲到，所以兄弟啊，就伫恁中间经有好名声，受神甲智慧充满的七人，阮就设立因管理即个事。但是圣神的规矩就是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准则，亲像这号无有律法禁伊。所以咱看见圣神是有特殊的，是有时间的，是慢慢啊进行的。所以透过这经文，互咱更较认捌圣神的工课。所以圣神绝对毋是亲像咱所看的一寡外在表现，亲像人倒伫涂骹。亲像有人讲人听无的话，迄是一种的款式。但是咱要知影，圣神的工作是丰富、是多元、是奇妙的，所以咱袂当将因屈缩伫某一款的形式。特别伫咱无了解时，咱袂当批评别人，讲哎呀，迄个人哪遐尔啊奇怪，伊会讲即种人听无的话，是毋是伊啉烧酒醉啊？咱嘛袂当批评人讲，哎呀，即个人祈祷掂处处，伊一点仔拢无信心。拄好我头拄仔所列的这经文，敢若是规本圣经内面一部分谈论着圣神的工作尔。咱若是用搜寻软体去搜寻规本的圣经，找圣神，也是上帝的神，也是保惠师这关键字，就会当看见圣神伫真侪所在进行真奇妙的工课。嘛会当知影讲，咱对伊的认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少。今仔日这段圣经，嘛是一段圣神伫做工的一段的经文。伫31章的前几章，31章前几章，拢是关系圣所所伫制作的这器具，亲像是会幕，也是祭坛。或也是灯台、约柜，也是祭司服这物件，但是这物件要未制作出来，这经文拢是上帝伫山顶用口头甲摩西启示的。上帝吩咐摩西讲，爱用什么款的材质，爱做什么款的寸尺，但是遐个物件要未有一个实体，所以有可能摩西伫遐哪听上帝吩咐，会哪想，哇，遐尼济物件。我是要安怎来做出来嘞？是谁会当甲我斗相共嘞？老人会当做，我要安怎将我头壳内的即个设计图来用喙来讲，互伊理解嘞？但是咱看见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伫伊吩咐所有的物件爱安怎制作了后，上帝甲摩西备办同工。上帝甲摩西讲：看啊，我指派恁两个人。一个叫做比沙列，一个叫做阿荷利阿伯，这两个人来甲摩西同工。伫遮出现两个人的人名，比沙列，甲即个阿荷利阿伯。伫圣经内面无真侪关系因的资料，咱敢若知影比沙列是属伫犹太的支派，阿荷利阿伯是属伫但的支派。但是伫遮为虾米要特别讲起因的支派？因为对遮会当看见上帝伫敬人是无用人所想袂到的角度。比沙列伊是属伫犹太的支派，这个犹太的支派是君王的支派，亲像大卫王、耶稣拢是出伫这个支派。但是阿荷利亚伯是属伫但，这个但是一个真细的支派。甚至以色列人对伫但即个支派无真好的评价，会讲因背道，讲因制作偶像。所以伫人的眼光看起来，这两个支派实在是差非常非常的多。毋过上帝对这两个支派来竞选这两个人，这表示上帝敬人用人是无伫考虑人的家庭背景。
另外，咱也会记得，原本伫圣所服侍的只有利未支派即个支派，嘛只有阿伦的后代才会当做祭司。所以圣所的服侍看起来敢若是某一寡人会特权，但是对治比撒勒甲欧何利亚伯，因会当参与服侍。咱看见圣神拍开服侍的门，并且突破服侍的限制。所以会有这个代志，关键在伫第3节，上帝讲：我用神充满伊，互伊有智慧、有参明、有才目，会做逐样的工，会想出技巧的工来做这个物件。圣殿所有要服侍、要用的这个器具。所以咱看见比撒勒，伊会当做遐尼侪种的物件，是因为上帝神充满伊，互伊有参明、智慧来做逐样的工。兄弟姊妹，出身即个问题伫现代已经毋是问题，因为咱知宗教改革以后，万民皆祭司，咱参加任何服侍，拢无有任何资格的限制。但是，咱较定定互家己的想法来限制住。有时咱认为家己啥物拢袂晓做，我学历无真悬，我也毋是中级，我毋捌做过遮个代志。当咱提出遮个理由，就已经伫限制圣神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咱需要求圣神拍开咱的目睭，突破咱的心，互咱看见上帝要伫咱身上所彰显的迄个气力甲稳定，并且因为安尼，互咱来产生信心甲勇气。咱看见真侪奇妙的事，就是伫人用勇气去踏出迄第一骹步，就来发生。咱来看供应以利亚先知生活迄个寡妇，伊散干的啥物拢无，但是伊若无大声将伊厝内一点点的面粉甲油来做饼供应互即个先知的时，伊哪有可能去经验上帝的供应呢？咱看耶稣的学生彼得，伊若无对真理踏出迄第一骹步，伊是要安怎去经历行伫海面的生涯？所以以后若有阁有人来邀请你服侍，请你莫先急着拒绝，因拒绝是魔鬼上爱的一个机会，因为伊上爱人徛伫边仔看，无要服侍。伊上爱的就是咱不断去注意家己的软弱，较袂记咧圣神的气力。但是当然，上帝呼召咱服侍，咱会非常惊吓，咱会怀疑家己敢会当来做上帝的圣工。但是你会当先将家己想做是一个碗，当你是一个碗的时，大心你就爱将原本底伫物件、底伫内面的这物件来摒互掉，清互清气，然后你才有空间来承接上帝要赏赐的气力甲稳定。另外，这段经文嘛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是，咱知以色列人是游牧的民族，安尼这两个人的手艺是对倒位来的咧？所以真有可能是因伫埃及的时对遐埃及人学来的，甚至嘛有可能因是专门伫埃及服侍这埃及的贵族，因伫制作这贵族所使用的器具。但是因的专业甲以色列人无同，所以可能因会互笑讲：哎呀，咱的祖先对自古以来就是饲牛饲羊的，啊，你学迄有啥物路用咧？但是伫这段经文，互咱看见，当上帝呼召咱来服侍伊的时，咱伫世间所学的逐样的才目，拢要互上帝来使用。所以兄弟姊妹，毋通看轻咱伫世间所学的遮个才目。有时阵，咱会想讲：哎呀，上帝，我学的遮个也无法度摕来圣殿来服侍你。但是上帝嘛会用遮个来去做上帝国的事工，因为上帝国的事工毋若限制伫教会那尔。所以咱即马较毋是鼓励所有的人落去读神学院，拢是做传道者。咱较鼓励是兄弟姊妹会当做
大质的服侍。意思就是你平常靠你的专业伫过生活伫趁钱，但是你嘛会当利用你的专业来服侍上帝。亲像今仔日咱的周报第1页有牵一位布兰医生，伊是差不多200年前的一个公卫专家。所以咱即马每一天，咱咧开电视咧看的即个疫情公告甲隔离，拢是伊提倡的。伊的生平就互咱看出，伊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当伊在读医学院的时，伊写讲，伊毋是要为着趁大钱，伊是为着要实践听你的厝边。伊毕业了后，伊加入海军的军医，嘛是为着要照顾这军人，实践听人亲像家己的界面。所以这就是一种大质的服侍。伊是一个医生。伊有伊的专业，但是伊用伊的专业来服侍上帝。所以有当时啊，咱伫做工课，咱伫做咱的工作的时，咱会感觉哦，迄个压力对咱对甲非常，感觉咱非常生气，无想要做。但是爱知影，咱的专业即个物件，即项物件的本身毋是错误，毋是一种罪。错误的是咱的工作的环境。也是人会做，致到咱伫做工课时非常的无快乐。但是这个技术、这个专业，拢是上帝发明的。伊用比萨列，伊用阿荷里亚伯因的专业来制造性扫的这个器具。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嘛要使用你的专业。亲像咱的教会需要有音乐的专业，有财务管理的专业，煮饭的专业。音控直播的专业，这拢是咱会当用来服侍上帝。咱嘛知，伫现代有真侪国家禁止宣教师进入因的国家，但是因欢迎的是有专业的人员会当去帮助因的人民，所以有的宣教师就用因的专业进入迄个国家。所以兄弟姊妹，千万毋通看轻咱每一日都做的代志。咱会当思考的是，我要安怎使用伊，伫什么所在来服侍上帝？过来，咱会当看见圣经伫这段经文最讲第2项代志，就是伫第6节有讲，我也派但的支派阿希撒抹的囝阿荷里亚伯，甲伊3甲做，轻描淡写就过去。但是兄弟姊妹，当咱甲人同工，当咱甲别人做一项代志的时，迄个意见无同、个性无同、价值观无同所引起的冲突紧张，我相信绝对毋是讲甲伊3甲做这几个字就会当来解决的。但是透过这段经文，互咱看见，若有圣神的带领，人甲人是会当同心来完成上帝的圣工。咱来看一段经文，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到第6节。伫遮讲，用和平相结连，缔以守圣神所想事的合一，因为体一个，神一个，亲像恁受掉愿望也是一个，主一个，神一个，洗礼一个，上帝一个，做众人的爸，伫万有的顶面，贯穿伫万有，点伫万有的。上帝造人原本就是无共款的，所以上帝嘛爱咱发挥咱每一个人的恩赐才调，爱咱发挥咱家己特别的迄个创造的想法来服侍伊。但是上帝嘛命令咱爱伫圣神的内面进入合一，甲其他的人合作。这段经文内面，互咱感觉讲，这个第一个出现的比萨列，伊是工头；然后第2位出现的这个阿荷里亚伯，是上帝调伊来互比萨列来采用的一个人。毋过毋是安尼哦，这个阿荷里亚伯也有出现伫出埃及35章，而且安怎形容咧？而且讲，搁伫互伊甲但的支派阿希撒抹的囝。阿荷里亚伯心有灵巧，会教示人。
所以伫即段经文表示，因两个人是平等的地位，毋是因两个人毋若是手会晓做遮个工，因两个人嘛是老师，会晓教导其他的人做伙来制作圣所的遮个器具。兄弟姊妹，这互咱来思考，两个平等的人要做工，敢简单咧？夫妻两个人咧处理，要解决囡仔的问题的时，敢会当当心咧？公司的两个经理要做伙做一个专案，敢会当和谐沟通咧？两位长老要合作一个事工，敢一定非常顺利？两个牧师伫一间教会团队服侍，敢拢是成功的案例咧？其实，咱的身躯边已经真侪人甲人中间无法度同心合意同工的代志，特别伫疫情爆发的即时阵，搁较是考验。咱每一个人关伫厝里，无法度出去，厝内空间搁真细，是毋是冲突定定发生？是毋是你看我无顺眼，我看你哪来哪想去的情形，每工拢伫出现咧？所以咱非常会当体会到讲，人甲人同工的迄个困难性。但是为什么这段经文会当用这几个字就带过讲，甲伊同工？甚至了后规个圣所的物件，拢总伫这两个人的带领下面顺利来完工。为什么咧？兼讲因拢无有家己的想法吗？一定有，但是圣神伫引带，圣神伫带领，圣神伫因的内面。圣神不但赏赐互因聪明智慧，圣神也伫因的内面赏赐互因和平，互因会当合一。伫圣经内面嘛有几啊段关系即个合一所带来的即个神业。咱上知的《使徒行传》第4章31节、32节讲，当遮的信徒伫祈祷说，自即个所在大震动，众人拢受圣神充满，好胆讲上帝的道理。信的人拢一心一志，无人讲伊所有的属家己是逐项物做讲的。这段经文上大的神者不在伫讲遮的人会当去传上帝的道。这段经文上大的神也是讲啥？这个人伫圣神感动下面，将家己有的物件拢摕出来公家用，做伙分享。这敢有可能诶？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自私的，若无圣神感动，是无可能摕出家己厝内的物件去甲别人分享。咱看见真侪人去抢卫生纸，去抢酒精。去抢肉，去抢菜，所有的超市物件拢刮空，拢清空。这人敢有想着要留一寡，互其他的人来买咧？无嘛，因为我惊我家己食无。所以人拢是自私的心态。但是伫圣神带领下面，圣神充满这个人的下面，咱看见初代教会做出美好的见证。所以合一是咱全世界所做上好的一个见证。合一毋是讲我无家己的想法，是讲异中求同。这个同是指共一个上帝。合一嘛毋是讲我做一个好人，啥物拢毋敢讲，是讲咱用同理的立场，伫听心内面讲真实的话。听的人嘛毋免用敏感的玻璃心来听。好的建议咱就接受，但是无健康的话，咱就伫主的内面来原谅伊，因为主嘛是安尼伫赦免咱。亲像咱伫主祷文内面讲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赦免阮的辜负，亲像上帝你嘛有赦免阮共款，所以阮嘛爱来赦免别人。当咱甲别人的关系内面有一个合一，就是伫即个冲突分裂的世界做出好的见证。
另外，伫一项事咱嘛会当学习，就是祈祷。当咱伫祈祷的事内面，甲人同工产生的快乐，就超越咱的想象。伫1989年，德国要是分做东德甲西德，但是伫11月9号迄天，柏林围墙互摔倒。这个画面透过新闻传到全世界。原本一项爱靠武力、靠战争来解决的代志，竟然是透过一群人自执祈祷来改变。对1982年开始，有一位富勒牧师，伊伫伊的教会发起一个和平祈祷会。这个祈祷会欢迎所有人参加，因关心的毋但是灵性的需要，伊嘛关心社会也是国家的议题。所以，这个祈祷会人数不断的增加，所以嘛开始互这东德的秘密警察来监控。但是这无吓惊这群人，因不断的祈祷。所以到第7年了后，伫1989年的10月9号，这个富勒牧师伫祈祷会大声宣告讲：今仔日咱的祈祷会要徛出去，咱要对和平统一的祈求要传扬出去。由上帝的手亲自带领保守，互咱的祈祷游行会当用和平的方法、无恼火的方法来成就。伫迄阵有真侪秘密警察提枪伫遐威胁因，但是伫迄天拢总7万的人无摕任何武器，因只有手提蜡烛，用和平的方式来提出因的诉求。伫迄天。咱就知奇妙的事发生啊！富勒牧师后来讲，这是一个新约，是上帝对这个国家、对伊的民族的恩典。所以，搁一摆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来参加拜三的祈祷会。因祈祷嘛是伫圣神内面合一的一种服侍。这3个礼拜以来，拢有30几位兄姐伫线上做伙来祈祷。虽然咱毋是实体组织，但是相信每一个人伫厝里的祈祷，拢要亲像香的香传到上帝面前。认为咱的人生充满意外，并且是真短暂。但是咱知影上有价值的，就是上帝拯救的计划已经临到咱。但是咱袂当干那停留伫遐，袂当停留伫讲信耶稣得永活安尼一个层面。咱来踏出咱的界限，用服侍来回应恩典。毋过靠家己的气力来服侍，一定做袂久，也做袂好，有时嘛会感觉真野心。但是今仔日的经文启示咱，圣神甲咱伫地，圣神会赏赐教业的聪明智慧，圣神会找人来甲你同工。嘛，请咱会记哩，毋是咱家己伫做这个代志，咱是上帝的同工。既然咱是上帝的同工，咱用的时间、精神一点仔拢无浪费，因为上帝要纪念。所以，希望咱伫疫情伫处理的这段时间，咱搁较会当来思考上帝互你的恩赐，你要安怎来使用这个恩赐？等疫情过去，咱就会当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已经准备好势，请你来差遣我。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透过这段互相同工起造圣所的经文，搁一摆互阮反省，阮家己的服侍敢有圣神的引带。主啊，恳求你帮助，互阮谦卑，毋是靠家己的气力，互阮会当倚靠你的带领，也互阮知，虽然阮无够业，阮什么拢袂晓，但是当阮愿意踏出迄第一脚步的时，上帝你奇妙的神迹就要出现。恳求你帮助，互阮兄弟姊妹伫厝里无忧闷，互阮搁较侪时间来思考阮甲你的关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角来吟信息回应上帝的话，信息505首，信息505首。请起立。
坐奉献，请起立。三甲来做奉献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每一天的带领，互阮的生命甲生活拢领受对你遐来丰盛的恩典。即摆阮献上一点仔的金钱做你的事工所用，也互阮会通献上阮的敬虔时间，互你所用，愿你感纳。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报告，消息报告。第二点，疫情的中间，无阁要发行周报，对5月初9以后的奉献资料庆后恢复聚会以后会大致公布啦。第三点，教育组近期要开办，基督徒一定爱上的12节医药真理线上的课程，进行的方式是家己找适合的时间，伫网络看课程。每第2甲第3礼拜会举行线上的聚会，讨论内容。有意思的，请向教育组蔡淑芬长老，也是陈美玲牧师报名，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兄弟姊妹来提醒咱吼，咱若有用转账、银行转账的兄弟姊妹，你爱伫迄个背后附注吼写你的名，啊为着什么款会来奉献？啊你若袂记哩吼，请你打电话来教会，阮才知影讲即笔的钱是谁奉献的。搁来就是咱伫疫情的期间，其实咱嘛毋知影讲即个期间会到偌久，所以咱的教育组有替咱来开安尼一个线上课程。这是咱信用非常基本的人物，所以咱伫即段时间，咱不如会当来好好来将咱信用的基础来拍好在。所以咱若有意思要参加的，吼会当就是来甲教会讲，吼，阮会安排安尼一个群组，互你做伙会当来上安尼一个课程。吼，咱即时咱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谢正泽，吼，正泽是亚慧节的大汉后生，伊因为心脏的问题，伫家护病房，互咱恳求主的医治。咱嘛为着徐玉国兄、俊兴兄来祈祷，嘛为着伫厝里疗养的美兰姐、水明兄、张老师、阿贵哥、雨婷、林珠姐、盛渊兄，吼，盛渊兄这是严丽老师的爸爸。庆和兄、邓妈妈、龚基姐、陈其雄长老、春文兄、阿淑姐、素梅姐、怡礼、慧玲姐、方梅姐、志金姐、谢đình兄、明理姐、富美姐、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幼庄兄、李雀老师、嘉禾姐，为着遮兄弟姊妹身躯来祈祷，互咱嘛继续为着台湾甲全世界疫情来祈祷，恳求主的怜悯，互咱开喙为着咱的机体、咱的教会，为着咱的国家、世界开喙来祈祷。阮相信，虽然阮伫无共款的所在，但是阮同心合意的祈祷要传到你的面前。阮也相信你在听阮的祈祷，恳求主怜悯阮的软弱，互
互阮的心会当因为你所应允的话得到充满，得到快乐。互阮无因为即个世界的变化来惊吓，互阮会当定睛注目伫耶稣基督的国话。主，阮相信你要赏赐互阮新的快乐，互阮伫世界做出无共款的见证，也帮助阮，互阮有健康，互阮有信心，互阮有甲你有好的关系，继续来服侍你、仰望你。主，阮要将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上帝你的手里，恳求你带领引带。有侪位伫病院，也有经过手术的，主恳求你拢医治看顾，互因软弱的身体紧紧来恢复健康。主也恳求你来帮助伫厝里疗养的这兄弟姊妹，互因虽然病痛，但是主互因有信心，知上帝你甲因同在，也赏赐快乐，伫照顾这病人的这兄弟姊妹的身上，互因有快乐。来帮助因厝内人，主，阮也要将阮的台湾甲全世界拢交伫主你的手里。主，恳求你怜悯。虽然阮的疫情真正是超过阮的想象，但是主，互阮无惊吓，互阮会当知你有你的意思，也互阮会当每一日伫厝里的时，阮无忧闷，无挂虑，阮袂因为阮无法度出去来心烦。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伫这段时间好好啊来思考，好好啊来去做甲你的关系，也会当来培养阮伫家庭内面阮所应该做的这个角色。主，恳求你使用阮，帮助阮，互阮伫阮的厝内也会当做好的见证。主，也恳求你保守有兄弟，即时要每工需要出外去做工课。也恳求主，互因无惊吓，互因会当得到你的保护。主，恳求你保守阮的兄弟姊妹，也掌管伫世界，因为这个疫情，阮无法度聚会，这个教会。主，恳求你怜悯全世界的教会，互阮会当用无共款的方法，会当组织兄弟姊妹，互阮听你的心，无因为疫情来消灭。帮助阮有信心的引带，帮助阮有你的听，甲阮同在。恳求你使用阮，伫无共款的时期，阮会当做共款的代志。恳求你引带保守阮后一礼拜每一日的脚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402首。圣诗402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